地方的消息来看，这个月初7，高雄大寮一间工厂哪像叫人投放火，警方早起抓这个涉嫌叫人投放火的姓李的查甫人，伊煞要驶车来弄警察，今这个警察最后是开11枪伫山拿抓到人。 礼拜下晡，警方来到高雄的三拿区，要拘提一个涉嫌叫人放火的姓李查甫人。不过，伊企图驶车弄警察，警方连开8枪了后，也是互嫌犯走去。手拢转起来哦，手拢放头顶。我的手会痛。 经过警方的追查，嫌犯当日暗时也搁秘伫三拿区，要去抓人时因唔配合，搁拍算驶车逃走。警方对空中开2枪，为连那射1枪。姓李的查甫人弄到路边的护栏受伤，互人逮捕，嘛加以送医治疗。在情况急迫下，对犯嫌驾驶车辆射击8枪，仍遭趁虚逃逸。 这个案件是林园分局跨区侦办，因为这个月初7，大寮区一家工厂疑似互人放火，敢是画面会当看到，迄间半暝2点多，工厂熊熊闪光了后就起火啊，电火条甲火车拢全部烧掉。受害业者事后清理现场，发现有敢若汽油弹的物件。跟我们说那个就是疑似汽油弹，不能说真的是汽油弹，因为没有检验嘛。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后来看监视器就是确定就是有人点燃。 疑似汽油弹，然后丢进来的。受害业者是电火条的包商，初步估计，互烧掉的大货车甲40多支电火条，损失超过300万。因讲因无熟悉对方，嘛无清楚是安怎会互人放火。警方表示有小耍抓到2个嫌犯，有承认输人1万块去放火。若再去人做歹的嫌犯，疑似就是姓李的查甫人。不过伊互人逮捕了后，一直否认家己有犯案。目前案情警方也搁咧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